嗨，大家好，欢迎光临岳云爱唱歌音乐教室，我是岳云老师。今仔日要介绍给大家这首歌呢，是向桂玲小姐早期的作品，这是毋免你抱歉啊。这首歌短短啊，你看哈，16个小节尔，但是真好听。速度呢是1分钟72拍，照讲安尼是无紧啦吼。来，咱来听一下，2、3是安尼哪有紧啊？不过呢，你看一小节哈，一拍啊，你看一拍都要唱3个音，一拍要4个音，所以它速度是不快，但是因为它的这个速度写得很碎哈，把它切得很碎，所以呢就字很多啊，所以大家要唱的这个核心要 hold 住啊，那不然这么多字呢会唱不完哈。跟大家介绍一下，也速度是72啦哈，是没真紧啦哈。降 A 调来，我们看一下降 A， 哆哆哆哆西拉拉，后面有一点点高，我给它降一个音哈，拉啊，来72节拍，72已经打开了哈，这个忘了给大家介绍，作词的是张新桥，作曲是张伟杰啊，这2位合作的作品呢，挺好听的，来我们来听一下，来拉拉咪咪咪瑞哆瑞，瑞咪哆哆哆瑞哆西拉，拉咪咪咪瑞哆瑞。瑞咪哆哆哆瑞哆西拉，你看速度不快，1、2、3、4，问题是一拍要唱3个音，一拍要4个音哦，那就快了，对不对哦？所以请要把核心 hold 住哦，记得来一起来，拉咪咪咪瑞哆瑞，瑞咪哆哆哆瑞哆西拉，毋免你对阮抱歉，欢喜甘愿咱拢无相欠，过一摆。毋免你对阮抱歉，欢喜甘愿咱拢无相欠。2咪哆啦啦哆啦嗦，咪咪瑞瑞啦哆瑞咪瑞瑞，咪哆啦啦哆啦嗦，咪咪瑞瑞啦哆瑞咪瑞瑞。同学有问我说，老师这个咪哆啦啊，2头短中间长怎么唱？来，我把节奏器先关掉，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咪哆啦，咪哆要快，咪哆咪哆啊，这个用一点点力啊，咪哆啦啦西啦嗦，咪哆啦啦西啦嗦，你就这样切一个尾势了哈，摆一个 pose 在那里，无计较无分无完，无计较无分无完啊，这个哈，上次我们有教过，如果我把这个哆写成2个如果我下面画一条线。啊，这里写2个哆可不可以？可以哈，咪哆哆哆啦，咪哆哆啦，咪哆哆啦，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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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哆啦，你就会变成咪哆啦啦哆啦嗦，就是这样练的哈。这个我们上次介绍过了，咪哆啦啦哆啦嗦，咪哆啦啦哆啦嗦，这个咪加一点点重音然后就会比较长的。毋免你对阮抱歉，欢喜甘愿咱拢无相欠，无计较无分无完。你唱熟了以后就不用那么用力了哈。毋免你对阮抱歉，欢喜甘愿咱拢无相欠，无计较无分无完。爱情本来就无挂保险。这个你唱熟了以后，当当。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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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一个音就不用那么用力了哈。来，我们从头再唱一遍来。毋免你对阮抱歉，欢喜甘愿咱拢无相欠，无计较无分无完，爱情本来就无挂保险。嗦嗦嗦啦咪瑞哆，啦哆瑞瑞瑞瑞瑞哆咪。嗦嗦嗦啦咪瑞哆，啦哆瑞瑞瑞瑞瑞哆咪，为你的心已经放，才知无你的梦这呢芳。1、2、3、4，为你的心已经放，才知无你的梦这呢芳。这个是后半拍，前半拍休息嘛。为你的心已经放，才知无你的梦这呢芳。若是
哆来咪瑞瑞咪瑞哆啦2、3，那是哆哆来咪瑞瑞咪瑞哆啦2、3，才知影一个人生活心拢袂忝，才知影一个人生活心拢袂忝，不会累啊，袂忝，来，为你的心来，1、2、3、4，为你的心已经放，才知无你的梦这呢芳，才知影一个人生活心拢袂忝，2、3。哆西哆哆哆哆西啦嗦嗦啦西啦啦2、3，哆西哆哆哆哆西啦嗦嗦啦西啦啦2，再一次来，哆西哆哆哆哆西啦嗦嗦啦西啦啦2、3。到底今麦的爱情，啥物叫做永远？今麦的爱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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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有2头短中间长，可是这个平均有没有哦？所以要注意哦。1、2、3，到底今麦的爱情，啥物叫做永远？2、3。那是哆哆哆哆，啦啦嗦西啦嗦咪瑞咪2、3，那是哆哆哆哆，啦啦嗦西啦嗦咪瑞咪2、3。好，来这个呢，打拍子要跟大家介绍一下，请看一下我啊，来这个，那是哆哆哆哆，有没有发现我哆哆哆哆？又打下去，对，因为这里还有一个哆是半拍嘛，那后半拍才拉，来看一下，前没有切过去，来你看，那是哆哆哆，还要打下去哦，还要打下去，就是这个哈，那手拿起来的时候才唱这个啦，来，我们一起来打拍子来唱来，那是哆哆哆哆，啦啦嗦西啦嗦咪瑞咪2、3，再来一次来看一下，滑鼠不见了。好，来，那是哆哆哆哆，啦啦，有没有哦？有没有发现哦？打下去又上来再拉哦，来再来一次，那是哆哆哆哆，啦啦嗦西啦嗦咪瑞咪2、3，就是这样子哈，打拍子就是这样，其实蛮好玩的，对不对哦？大家熟练就会好玩。来，我们再唱一次来，那是哆哆哆哆，啦啦嗦西啦嗦咪瑞咪2、3，哆哆啦西哆。来，对，我已经忘了这是什么了哈，那来不及拉谱哈，就没办法唱来。哆哆发发发发发嗦发咪瑞，哆瑞咪咪瑞咪嗦啦，嗦嗦发发发发发嗦发咪瑞，哆瑞咪咪瑞咪嗦啦。来，大家看一下，来这里咪咪瑞后面还有一个半拍，对不对？是不是跟这里一样？对。所以也是一样，我们打拍子的话，这个 re 要打下去，后面要打下去，咪咪 re 再打个半拍，然后后面才唱咪 re 来，我们一起打拍子来，1、2、3、4，嗦嗦发发发发发嗦发咪 re， 哆瑞咪咪 re 咪嗦啦。好，来，我们一起来，切过来，大家一起来了，嗦嗦发发发发发嗦发咪 re。哆瑞咪咪瑞咪嗦啦，敢讲暗暗地期待阮的人，已经无存在伫世间。敢讲暗暗地期待阮的人，已经无存在伫世间。敢讲暗暗地期待阮的人，已经无存在伫世间。已经无存在伫世间，已经无存在伫世间。敢讲暗暗地期待阮的人，已经无存在伫世间。无存这里要近一点了哈，来，那是哆哆哆哆，啦啦西西嗦啦嗦啦，3、4。
那是哆哆哆哆，那是嗦啦嗦啦。行过这条坎坷，路着当作一场迷茫。三四，行过这条坎坷，路着当作一场迷茫。来，我们从这里来，敢讲真，敢讲暗暗地期待阮的人，已经无存在伫世间。敢讲暗暗地期待阮的人，已经无存在伫世间。行过这条坎坷，路着当作一场迷茫。好，来，我们从这个副歌来倒对金马来，倒对金马的爱情，还记得吗？来，我哼一下啊。倒对金马的爱情，什么叫做永远？有没有想起来了？来，一起来，1、2、3。倒对金马的爱情，什么叫做永远？为何爱着一个人拢袂快乐，只有负担？3。敢讲暗暗地期待阮的人，已经无存在伫世间。行过这条坎坷，路着当作一场迷茫。好，唱到这里呢，一遍就唱完了。好，我们唱第二遍。第二遍来，第二遍一样。这里有个反复记号，有没有？最后面也有一个反复记号。这两个反复记号呢，这个豆豆先来，然后细的，然后粗的。那这个呢？这个粗的先来，然后细的，然后豆豆两个正好镜面反射正好相反那这一个呢叫反复记号的起点有跟坐公车一样有起点就有终点，这个是反复记号的终点。然后我们看到终点的时候，就去等间奏完，就从起点开始唱。不免你对阮抱歉，欢喜甘愿咱拢无相欠，无计较无分无怨。爱情本来就无挂保险，为你的心已经放，才知无你的梦这呢芳，才知影一个人生活心拢袂甜。2、3，到底亲爱的爱情，什么叫做永远？3，为何爱着一个人拢袂快乐，只有负担？3，敢讲暗暗地期待阮的人，已经无存在伫世间。行过这条坎坷，路着当作一场迷茫。到底亲爱的爱情，什么叫做永远？为何爱着一个人拢袂快乐，只有负担？3，敢讲暗暗地期待阮的人，已经无存在伫世间。行过这条坎坷，路着当作一场迷茫。这首歌刚刚没有发现，我们第二次唱到这里的时候呢，又从副歌来，副歌的到底金麦爱情，有没有？来，我们把副歌再唱一次，来，1、2、3。到底亲爱的爱情，什么叫做永远？2、3，为何爱着一个人拢袂快乐，只有负担？2、3，敢讲暗暗地期待阮的人，已经无存在伫世间。行过这条坎坷，路着当作一场迷茫。这样子呢，这首歌就唱完了这个字很多不免你对阮抱歉，情要核心要 hold 住来。不免你对阮抱歉，hold 住，欢喜甘愿咱拢无相欠，无计较无分无怨，爱情本来就无挂保险。我都是爱情这个后半拍嘛，这个第4拍对不对？轻轻的就像爱情本来就无挂保险。这个再加上因为两头短中间长所以第一个音重一点点这首歌呢唯一不好唱的地方就是字很多不然这首歌很好听。来，就给大家介绍到这边，来，我们下次再见，拜拜。